嚟到西灣河香港電影資料館，西灣河地鐵站 A 出口，沿住泰安街步行到去李景道。電影資料。呢座擺喺大堂嘅放映機呢，係香港電影資料館皇后戲院負責人捐出嚟嘅。美國製造35毫米嘅灰狐燈放映機，係由60年代運作到戲院結束當日。呢日攝影機真係假㗎？哦，竟然有2條茂利響度懷疑呢部嘢係假嘅。真係大開眼界。呢度啲收藏品都係嚟自業界或者公眾嘅捐贈，提供俾大眾參考。你咪想知皇后戲院個歷史回顧嘅，行埋去影啦。為咗提高公眾對香港電影嘅歷史文化興趣同認識呢度係定期舉辦電影放映、展覽、座談等等嘅活動。展覽聚焦咗80、90年代香港嘅喜劇電影，所有搞笑嘅精華都響晒度。仲透過台前幕後影人嘅分享、製片主題影片，講解喜劇電影背後嘅藝術同技術。花有喜事，1987年精裝追女仔。響80、90年代呢，就最興睇電影㗎喇，但係到咗2000年呢，就興打機。呢啲戲響80年代都紅極一時。1990年咖喱辣椒。80年代仲彈出個周星馳啊！星雅郎，開心 K 房星雅郎重現昔日走廊嘅場景啊！仲有經典嘅喜劇歌曲，等我唱返2首先。那青春快樂會去到，然後又可以睇下感受下佢哋以前嘅製作。大堂仲擺咗3本嘅香港電影大全，第1集係由1914年開始嘅，大家不妨嚟參觀下，呢度係免費入場。